得俩扎下酒，记得容会前面，晒得爱该烦忧，光光该留声音，快乐对点撒娇，放一特人 PQ， 爱留总还味道，胸襟大给吧，让一起远给吧，总系冇停冇错，上对 Q 最后该，所以敢敢偷偷，忘了本心体微弱，当你心情带落就看到你该心体，当你冇法度做决定就先穿后面，爱聪明人老三的嘛冇本质，你能看懂你，不应该伤当你心情带落就看到你该心体，当你冇法度做决定就先穿后面，爱聪明人老三的嘛冇本质，你能看懂你，不应该伤你。哎呦，这小家妈妈系唔系受到你的药诶？张莹莹啊？你还慢慢用哎。他昨天吃了你的草药，就一直说肚子痛，是不是你的草药有问题呀、老诶，你的名声本来歹摕咧。阿碧，我打了很多通电话，阿婆都没有接，我真的很担心她。阿婆好像发生一件事情，心情不太好。那我们赶快回去安慰阿婆啊！阿婆，我跟爸比已经知道为什么你心情不好了，可是你这样，我真的会很担心的。阿婆，我跟爸比已经帮你喂好鸭子了，姐姐我也喂了啦。啊，乖哦。要爸嘞？爸比他出去啦。阿婆，你去那里坐着休息啦，家事我来做就好。要带我硬迄都得摕咧，又要掉出来喏。因为啊，爸比说丢掉很浪费，所以哦，他会放回来的啦。阿文姬啊，哎，汉总，哎，坐。有买草药诶，身体啊对胃肠较好无？用诶喏。我眼嘅屙唔出來啦，這是藥啊，又屙唔會掂，無聲啊又屙唔出來啊。我想哦，係咪是草藥嘅哦較好較穩妥？有冇啊？歹勢哦，我無想再閣採草藥嘅，下一擺唔好來請我拿草藥嘅吼。樣嘅喏，你冇去做，你連啥我用架山喏？係啊，兩個啥？我驚我要開動人，若去請醫生較好啦。好啦，你就按樣講嘅啦。好，我去醫院啦啊。失禮哦。啊，冇。阿公，阿婆，你以後真的不去摘草藥了？聲音會點點。阿婆。哎，
你好，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哦，我记得啊，你是李轩的爸爸。对。妈妈现在还好吗？哦，还好啦，已经开刀完了，手术伤口很小，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不过2、3天前，阿婆有来看过我妈，那时候我爸讲话不是很礼貌，对不起。我妈其实到现在还是很自责。不过既然是我们的疏失，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当然，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妈。其实根本不是阿婆的错。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突然被送进来，就去开刀了。我爸什么都没有问清楚。昨天晚上，我和我哥去问医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我爸错怪阿婆了。这样子。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来，这是给妈妈的。不好意思。阿公，你有按啥忙咯？啊，多了要妇科呢，我上过来看看阿弟姑啊，身上有事情要请你。你特别转来哈，不开 Q 包子嘛，去哪不爱好嘛？哦，爱去哪？亲爱有嘛个事情？哦，对对，杨东日哈，有过来通晓的，有人我同他看哪里嘛？歹势啦，我无老唔推敲，也无采药嘅本意思嘞。因为遇到一摆困难，或是冇顺序，你都将做其他生命的事情来表态。实在冇枪你呢，小薇也每一个事情来谈讲。那个，你平常做营养班，他敢冇做咩看待？也冇人讲嘛个咩？还有按多人等等一天数，你也唔做咧，还一摆其他就要有偏通，1000万人咯。迄讲再个出问题，用个啥吼？哪个有骨，那么抢人看的好听听，你也唔同人看，干好用个啥咯？那去医院看，较好啦。社会健美开多原因，有项目要查出来。你做嘛要讲迄七个问题呢？妈，小薇检没检查报告出来。Mawana tugaku kayangan tu aku cira manhan. 来。Mikay tau ka gue cai kana no semua asa bayo ko ni kana na ko batati aku tirang be mana na cahau真对不起。哎呦，没啦，没事情较重要。是的，是的，最近懂事的。没啦，啊。坐。
忙好哦。是啊，俺妹啊，因为去做大肠癌检查，马该来就做咧。医生讲啊，但只係硬嘅啦。不過還係冇受傷嘅。葉本，誒，對馬該啊？也有嘅，嗱去實體哦，喺搖來牙不卡，係攞唔搭嘛。係啊，當好，而且攞嚟看哦，係當可以啦。唔嘅嘅，菜都是青菜水果，都是茶。係啊，唉，可能啊係老咧，就會愛肉啦。青菜水果就有食啦，不過平常是重點啊，那就冇想愛啊飲太多茶啦。講完下來啊，係拄好啲偏數。年下較重要哦，還係身體較重要哦。呢度生理哦，身體咩壞掉，算唔好啦。係啊，捱啲啦，而且哦，伊阿媽講捱咧。誒，最近哦，什麼嘢啊，還特別啊，攞嚟送藥嘅來啊。唔會啦，唔會啦，我先轉去啦。啊，什麼啊？什麼啊？很好啊。啊，10天就要开学了，暑假真的过得好快哦。阿婆心情现在好多了，那爸比先回去上班喽。爸比下个礼拜再趁妈咪回来以前来接你啊。所以不能让妈咪知道我在花莲过暑假，对吧？暂时先不要跟她讲好了，因为爸比还没想好怎么跟妈咪讲。好吧，那也只能可以先这样子喽。你们大人的事自己解决喽。真小鬼大。不过，爸比，我有件事想问你。你问我啊？妈咪为什么不喜欢阿婆家？妈咪没有，妈咪不是不喜欢，只是妈咪很少回来这里，对这里不熟悉，不熟悉就很难会喜欢嘛，对不对？也对，以前我对阿婆家不熟的时候，也很不喜欢回来这里。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带妈咪回来好不好？让她知道花莲有多棒。哎，好，那爸比先回去喽，阿婆就交给你了。嗯，可以吗？嗯，来，拜拜。拜拜。在这我可以照顾阿婆，可是如果我回台北，换谁照顾阿婆啊？阿弟哥，你往外去的呀喏？冇啊，阿婆。阿问嘛，初步只有生，也把有最后时间，你在干嘛该？没有啊，他就说快开学了，下礼拜要带我回去。初步只有生，也把有最后时间，你在干嘛该？没有啊，他就说快开学了，下礼拜要带我回去。我早去读书了，跟你出来，唔好按好搞嘞。阿婆，你一副好像要赶快走的样子哎。我反正是回台北，你都没感觉，我都会担心你，你都不会舍不得我。盼得有样哎，无上唔好做台北读书嘿。廿尾廿班，本唔伫啊了厝噶，迄底唔够都按电哦，下一摆唔伫要现状的嘛。会啦，我会跟妈咪说我很想回来。跟出来认真读书。会啊。因做人哦，
爱树信用，讲的就会做到。会啦，我在学校功课也很好啊。你功课好无也毋知啦，我看哦，暑假作业都无嘛该写咩？逐摆问都讲无问题，我看可能到底有写完无？我都忘好暑假作业这件事情了。哪呢？暑假作业都无写完呢。剩一点点了，我一定会在开学之前写完的啦。之前俺喺问，他讲当简单，当家就会写完。之前那么多事，我怎么会记得啊？我看哦，只记得一件事，当你出去搞。上次返校日去这么多天，回来以后发现你心情不好，俺很想哎。你还小爱，唔好来到牙药哦，讲干嘛嘅事啊？反正我一定会在回台北之前写完的，剩你管了。唔好到牙好管咯。哎，開門！哦，咁乜嘢來啊？阿哥，阿峰哥，做乜嚟咯？阿哥，唔識睇。那兄弟德志雄，我用得到。你刚刚请他夫有过便利商店老给拖诶。都好，哪用啊？阿峰哥逢緊同事行網真你問。阿峰哥，啊？嗱嘢hier啊，真你養嘅鼠。哦好。坐啊坐啊坐。好啊。我看懂我了哦，青菜炒，那一整炒给你吃。王子生，交代本啊。这你怎用诶？差唔多呀。等一下，你说搞几点咯？我来收东西。那个东西冇很多。搬到公司哦，一头茶去做了转8年。我想到你做客厅就搬转去输叫案件咯。服务到期呢？还没说，他家转8年，那峰哥状况的事情哦，很排好。要不要转8年？阿峰哥有讲嘛干嘛？我本来没想阿峰哥如果冇想转8年喎，我哋喺台北攞大家朋友同學中學讀書，結果佢老係講做嘢較好啊，做啲人話聽說照顧癌尾係順錢。很乖啊。阿峰，當日好，當不上誒，我等講嘛，解決都冇意見。嘅轉院過後，你就打算重新尋條路麼？講到下嘅，我記得嗰種嘅同學阿定，我記得啊，印象中佢哋同中嘛。我也記呢，打電話問佢嘅同學，問看看啦，有乜事好做嘛？阿定老人講啊，佢也同團哦，欠面，佢講等下腳好啊，做啲老人安排。咁點啊？那就找一年朋友我加多發聯繫，結果佢上次咁愛用年，向我去看看咧。佢當好啊，你一條一條路有安排就好誒。像講我轉發聯的事，俺也不看呢，係唔係愛貴情人去幫做誒？小個事情唔是小啦。先生，阿弟我也暑假好多同學的，我本佢學習自家照顧自家，本佢天數做不開的事情。
你要转法咧，有好的安排，要动票。不过看你摆哦，我心情不好，我吃饭吃酒，注意我请慢点呢。有啊有什么？咱就查乡下太，你种同你用的，你就准哦，我转法咧，迄老人天数做过廿尾啊，本地台北做事哦，唔是谁，还有啊，唔係嘢聲音，有朋友聲音的呢，錯冇？错。哦，不行了啦。我休息一下就好，5分钟就好。我休息还行。你们在干嘛？你们到底在干嘛啦？写完嘞！课文更好，谢谢你。哎，还有这一本呢。小兰，谢谢你，太好了，终于全部写完嘞。奇怪了，是不是在上课啊？喂，是佩给老师吗？是，你好，我是 Johnny 的妈妈。真的好久不见了，我这2个月人都在国外。对啊。我打来是想请问一下 ，Johnny 他这个暑假的学习情形怎么样？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是在做梦吧？果然是在做梦哦！写不完，睡那么久，开学怎么办呢？这个吃饭没？
我睡一个下午哦。你怎么都叫不起来啦？唔迄嫌爱莫管嘿，嫌唔衰饱脏写，唔通，啊，那要写到哪久呢？阿婆，我一个人写不完啊，你帮我写好不好？做唔得，去甲爱诗，去甲写，用做的嫌唔爱，老人天书写。好嘞，吃饭，来吃饭。你不要管我啦。有管爱莫嫌唔放起来，也还有嫌爱莫管，我嫌蛮用的喏。吃饭了，吃饭了。俺冇啦。阿孙啊，阿爷哥打電話轉來，叫講幾多點要到冇？俺唔知啊，唔好嗌伊啊，一眼撞。啊，就算天飯唔食嘅，唔有唔點哦。俺唔知啊，唔好嗌。阿伯，你就這樣。谢哦，拜拜。阿婆，阿叔。嘿，進來，進來。哥，阿叔咧，媽，哥進來。媽，進來啊！阿叔。阿婆，阿叔。哎，阿孫啊，那東西聽說難入去啦。好，芒果呢？你去買。佢注意地位哈。好。咯，啊出茶貨也冇人嚟講。媽，那也好動到嘅，唔是誰了。茉莉啊，認識阿娘嗬，你都較辛苦地位嗬。唔會啦，你喺外點貴咗誒。啊，日地位東西聽聽咯。我等先從副測進來，暗地位啊，辦交公司為老東西送過來。係啦。好。啊，冇啊，你係聽順啦。媽，我出家嚟，我想入去整理下東西。好。先啊，下你辦視察較注意地位，人家有嘛個事情，給阿鳳姑老母了樣個神哦。媽，大死，原來冇用啦，啲台北啊，啲多年冇充到錢，你做乜嘅聲音，就按你多做。唔使你講啦，唔做嚟哦，我都真放心嘅啊。來，要唔要啲杯茶？較注意地位啊！啊，你咪出嚟啦。行，慢慢啦，慢慢。阿叔，你東西有什麼當肚臍呢？阿叔，你東西有什麼？我等下炒米粉俾你食。好，我食炒米粉，炒米粉。嗱，妹兒，媽用俾雪糕吃鴨嘅藥。我唔知嘅，講聽哪東西啊？那麼安尼，還要去做生意喎？冇啦，樣樣唔滿到我肚臍啊！係冇炒麵啊？炒麵咪好嚇。好啦，錯啊，炒俾你食。好。
妈，我有事情通告啊。嘛个事情啊？眼看哦，你嘅身体哦，就冇做嘅啊。唔怎做来听听，你讲嘢做嘛个喏？冇你前多事，前个事情唔是少，你要即刻身体照顾好来啊。阿孙你老唔讲嘛个系嘛？唉，险件莫讲，叫全部讲出来。唔少成日身體好，結果即刻身體冇照顧好啦，唔要講起做唔得按天啊！我身體冇要緊啊，一下都冇做事，我坐不卡，還難得做嘛個喏？唔是咯，即刻身體照顧好了真講啦，唔聽講我怎麼放心嘛？還有啊，唔是時候冇事情做啊，阿鳳姑肯唔嚟交啊，好嘛？好啦，我嘅店面哦，木頭價今日要數轉嘢，我喺盤頭屋嘅啊，一無奈何標，休息咪好啦。go！小姐，我不管啦，我在你家买了2、3只的手机，这只手机花了我5000多块，5000多块，我在这买了2天，就整个都坏掉了。你给我修了这几天，还没有办法修好，你这样该怎么办？我们工作的人也是要用到手机啊，对不对？你不能这个样子啊！我不管啦，下礼拜我一定要看到我的手机在我手上出现，马上处理。书记员拿来账，回下安胎，用迄唔中发贴咧。这有嘛办法吧？我就做亚行的呀，服务业咩，就算人客太马身上，行去供养啊，要服务人客。拄到安尼个年下，领着卡也唔会退，唔也着讲法。那头家一两个老头家用人家老在啊，还夹到几两沙中间，咪当难做啊。迄种袂做啊。袂做，那有安简单啊？叫蓝萍特殊的请来来，上个月还想要本蓝萍读大学，读研究所，我说也下要当大兵，要空到前章做的啦。韩国唔款啦，阿爸去检查服店的低顺动态啊。我说我要份薪水，对我家人来讲当重要呢。欢迎光临，有人客，你先去摸下牙啦。电话修了10次。为了工作，你这样被人家哄来哄去，你以为这样子我看到会好过？哎，永胜哥。永胜哥，哎，阿丑，永胜哥，你还叫迄样的出怂诶？视察啊，冇注意出查科啦。哎，今日来医院度看一下，孙生啷个没有拿药给他？谈公送拜，阿孙头位去台北，麻烦到你咧。歹势啦，我冇做好记，本几天阿弟过，最去台北。我想讲啦，礼拜哦，阿孙去到台北，又到东风去。系啊系啊，记住好。行家哦，阿方姑突几种啊，我行记得几餐出声，几用诶。阿聪啊，唔要急急结婚啦，嗰件人只有自家嘅生意呢。冇事冇嘢，我会搞本嘅。哦，阿叔，还看电影直播都的警察办案很帅呢，来报道东都什么的中英。有条啊，什么嘅为迟到做警察的同危险，无话哦，老爱一条搞风。姑说阿叔，我们朋友咯。
有中医的啦，就唔对哦，很搞本爱么。梦似天梦水里。姑嫂阿叔，我们朋友咯。有中医的啦，就唔对哦，很搞本爱么。那位个什么？眼演什么？歹势讲啦，大细个你无相关啦，叫阮老細妹哦求婚啦。平常哦腳快按唔會腳，腳細妹哦唱唔夾，按無彈唔唱啦。有生哥，我最唔要掉中醫啊！來，排先呢？不會不會不會。怎麼樣？앉으세요。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排先啊！唔會啦唔會啦，什麼嘢？新人頂進來。唔會啦。阿聰，哦，人老唔講嘅話，我去做啊，我等唱嚟食喜酒啊。好啦好啦，我會卡3萬條嘅，唔會啊，幫佢點點叫。那我等先入去咯。好好好。阿叔再見。好，要乖哦。好。什麼嘢？如果我跟瑞美结婚，蓝萍就是我女儿了。我想我们3个人应该也会这么幸福。唔可能哈？阿聰誒，你好掂唔掂？買嚟金子來送我媽人咯。條牌你是你朋友啊，我結婚，我係想送機。你朋友係細妹哦。係啦。條牌唔朋友？唔係啦。我是講笑的啦，我哋個朋友哦，老爺交情，慶祝當好，你還見得很貴哦，讓安排的買嚟送機呢。妹妹，我係想，瑞美。阿聰誒，瑞美，哦，做多安尼，去到遐子買啊？冇啊。遐下熱天呢，轉呢冇嘢咯。會係啊，我當我安尼做，因為會同斯文。那你要講出個斯文啊？我當妒忌呢，來去食宵夜好嘛？好啊好啊。來去啊！等一下啦，瑞美，我有話想同你講啊。好啊，你講啊。我係想啊，因為咩同居嘅，我其實係就係啦。就係馬街啊！你想講馬街啦？好啦，我就講啦。注意，踩哦！死暗架！懵神，你喜歡講馬街啦？哎呦，我咧動刀呢，都記下來嘢啦。踩香港未做得啦。阿聰係。係啲嘅搏動哦，上來喲。哦好。動慢呢。
阿叔安怎？今日安乖要困睡诶。是啊，阿哥人也讲啊，佢讲哦，阿妹老诶，现在爱较晓得的喂。阿峰姑讲，看书只会较第事情，而且家书来看。跟阿孙讲乖哦，回头来听书咯。呀，阿孙请乖，我要收听来呢，我要阿叔听书。那以后阿叔去上班哦，记得唔开看好哦。装无？好啊，阿孙你又当乖，我要装好来啦。嘿嘿，阿叔，按安怎去上班呢？系啊，我以前朋友讲事情，我以後你先頭哦，可能冇錯嘅，唔可以看好啊。我知啦，我當乖啊。記得啦。哥哥。拜拜。拜拜，阿叔上班辛苦啊。拜拜。拜拜。來看好，唔好亂走誒。Ana, kamu sudah pulang ya? Iya, bukannya kamu bilang kalau aku pulang harus langsung cari kamu. Kapan aku bisa mulai kerja? Maaf ya, mertuaku tidak mengizinkan aku mencari pegawai lagi. Dia sendiri yang mau datang membantuku. Tapi kebun teman suamiku dia membutuhkan pegawai lagi. Kamu bisa ke sana mencari dia. Tapi aku belum pernah kerja di kebun. Aku percaya kamu pasti bisa. Makasih ya. Aku pamit dulu.那去忙你啦？請問喺做先生麼？我係茉莉，安奶朋友。按哪得緊進來麼？嗯。你很好笑哎，干嘛来我们家写暑假作业啊？你不知道，我阿婆一直问我想要哪里还剩多少，我被问得很烦哎。那你还剩下多少啊？差不多快写完了啦。啊，对了，蓝萍，我听我阿婆说，你爸有回来帮你庆祝生日啊？嗯。那你应该很高兴吧？嗯。虽然他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可是他对我很好哦。那他以后还会再回来吗？他已经结婚了，有别的太太跟小孩了，应该不会很常回来吧？那你跟你妈怎么办？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妈，而且还有阿昌叔叔。哎，蓝萍，我觉得你很了不起耶。什么啦？我哪有什么了不起？真的啊，我觉得如果我爸妈没有在一起，我不会想说要好好照顾谁，我会很气他们为什么要分开。没有办法啊，既然发生了，就要去接受啊。而且生气又不能解决问题，你干嘛担心这个啦？反正你的爸爸妈妈又不会分开，你赶快写啊。好啦。李轩。哎，阿昌叔叔，蓝萍刚才讲到你而已。蓝萍。阿昌叔叔。啊，蓝萍，阿叔问你张问题好冇？嗯。我做你爸好冇？我想老娘妈妈结婚。懂好啊。真嘅诶。嗯，真嘅诶。不过，我唔对哦，我用嘅哦，老娘妈妈求婚。求婚哦。嗯。你还有办法？真的假的？你有哪个办法？既然阿昌叔叔是警察，就用上警察的优势吧。什么优势啊？当然是英雄救美的优势啊！你们要干嘛？
秋的时候感情特别丰富，只要在秋的时候打动他，求婚就不是问题的哦。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这样真的没问题吗？绝对没问题啦，电视上都有演啊，就叫做英雄救美。哎，听起来好像不错哦。瑞美好像都没有看过我爸英勇的样子。只要阿尚叔叔表现英勇的一面，女生一定会喜欢你的哦。好，就这样决定。那要去哪里找歹徒啊？不可能让我妈妈真的遇到抢劫吧？这很简单，我来安排就好了。哎，怎么还没来啊？他应该要来了吧？哎，你也太夸张了吧！你怎么拿这种武器出来？啥？这是我阿公留下来的祖传宝剑呢！现在没人再用这个了啦！啊，少啰嗦！人来了，准备。好。你们要干嘛？把钱包交出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废话少说，快把钱包交出来！你们知不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家里人会很伤心的？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啊，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我都说要抢劫了，快把钱包交出来！年纪小不学好，会有案底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看，有人来了，还不赶快走！小美，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阿虫哎，很可恶哎！酒驾，警察拦他，他不停下来就算了，竟然还撞警察。阿虫哎，我爱你啊！瑞美，做嘛呀？妹妹，搞回来好吗？你一直在家，不是还有1个礼拜才回来吗？轩轩在花莲的事情为什么要骗我？我知道，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这样子骗我！我只是觉得他没有必要被这样安排。算了，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你吵架，明天我就去花莲把轩轩接回来。妈咪。勇敢哭。